出塞，王昌齡。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。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出塞，王昌齡。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。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出塞係王昌齡所寫嘅邊塞血淚與家國理想史詩絕唱。詩以秦時明月漢時關起筆，鑄造出跨越千年嘅蒼涼場景。自秦漢以來，呢片清冷月光始終照耀住鐵甲將士，見證咗無盡嘅生死別離。次句萬里長征人未還，將鏡頭拉回現實，遠征之人埋骨沙場嘅循環從未停止。平靜敘述中蘊含巨大嘅悲憫，後兩句陡然轉為激越呼告，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表面呼喚為稱李廣般嘅名將守護疆土，實則暗藏對當時將領無能嘅批判。呢一聲吶喊既係對歷史英雄嘅召喚，更係對和平秩序嘅終極向往。若有良將安定邊疆，又何須生靈塗炭呢？呢首詩嘅偉大在於，用28字完成咗從歷史中心到現實關懷，再升華至理想精神嘅史詩性跳躍。明月與邊關成為永恆嘅見證，詩人立足盛唐卻穿透時代，寫出咗所有歷史時期邊疆守護嘅核心矛盾與人性光輝，被譽為唐絕壓卷之作。正因呢首詩喺悲慨中展現壯闊，喺嘆息中點燃不滅嘅希望之光。出塞，王昌齡。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。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出塞，王昌齡。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。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